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台湾 IP 高雄原创计划展现高雄原创 IP 商品强大的竞争力，延续文博会的热潮。高雄市政府携手民间业者推出台啤联名款聊聊杯，将超人气的6大原创 IP 印在啤酒杯上，进驻高雄海产餐厅，让高雄的设计力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用 IP 的超萌魅力征服民众的心。吃饭时来上一杯冰凉的啤酒，是炎炎夏日中最棒的消暑方式。但你发现了吗？仔细一看，台湾 IP 高雄原创6大贴图明星，现在也出现在民众最熟悉的经典啤酒玻璃杯上。高市府近日与民间携手推出联名款啤酒聊聊杯。台啤一般就是比较在地化，然后在地化有时候比较久，会觉得可能看久了，可能它加上这个玩偶，我觉得让整个杯子更生动啦，喝酒的时候又可以有那么可爱，会心一笑，可能多喝个几杯吧。近期高雄活动不断，不但聊聊飘飘河大获成功，吸引全台民众前往爱河湾拍照打卡。现在人气 IP 更要上啤酒杯进驻高雄超过150间的海产餐厅，让高雄设计力深入民众生活。会有现在印在杯子，或者说在爱河边这样有这些大型的装饰，我觉得会更吸引啊。当然啦，也会更想去看啊，更想去实际体验这样子啊。从年初台湾灯会以来，高雄活动不断，吸引各县市民众到高雄游玩，也让近年受疫情重创的餐饮业迎来复苏。像高雄老字号海鲜餐厅就非常有感。那个成长应该是，我想至少6、7成，甚至可能有将近1倍吧。对，至少，我想至少，对。那很重要的一点，那个很明显，这个排队的人龙，真的是蛮明显的。人气 IP 套着泳圈出现在玻璃杯上，看起来就像在啤酒中游泳，可爱模样超疗愈。在原创 IP 的加持下，高雄透过设计软实力，成功带动疫后商机。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台南市运动舞蹈委员会在多位资深舞蹈老师努力之下，如今在中南部的舞蹈团体中，已经是规模最大，会员突破700人。委员会除了推动运动舞蹈和喜欢运动跳舞的民众来做交流，也积极培训优秀的选手。日前更以联欢餐舞会的形式来庆祝28周年庆，同时举办市长杯舞蹈观摩赛，场面热闹滚滚。民国83年成立的台南市运动舞蹈委员会，每一年所有会员都透过拉丁、民族、Tango 或者是华尔兹等不同的舞蹈来交流，用联欢餐舞会的形式来庆祝周年，同时也以市长杯舞蹈观摩赛来展现舞技，相当精彩。会中市长黄伟哲也到场祝贺，并和所有会员问好，同时亲切和大家拍照留念，场面相当温馨。对于台南市运动舞蹈委员会来说，透过各种活动机会，除了用舞蹈来推广健康的全民运动，让爱跳舞的民众有空间、有师资来练习，并举办比赛求精进以外，同时也栽培很多优秀选手。尤其112年台南将举办全运会，委员会也推派12位选手代表参加。我们要推广全民运动哈，我们也有选手要代表台南市到嘉义去参加哈。那晚上呢，他们都有莅临的很辛苦的指导老师呢，有来给我们指导哈。那我们的选手，我希望呢，我们台南市民的跟我们的运动舞蹈委员会这边的选手呢，能够给他们加油支持。会中副主委陈俊宏也赞助选手培训金10万元，希望替台南市争取光荣。同时说，委员干部也出面感谢所有会员参与，让大会热闹滚滚。
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每一年，南台南家福中心为了筹措750万元左右的奖助学金，除了爱心企业的赞助之外，也都会透过特卖会来弥补缺口。台南5家银行同步提供场地来进行特卖，其中从小受到扶助的青年康俊杰，在出社会之后，也用自己所设计的嘎基德亚来赞助特卖，场面温馨。南台南家福中心筹募奖助学金特卖会在台南邮局开办以后，陆续就有很多民众来询买由善心企业和个人所捐献的物资和食品，希望买下喜欢，留下爱心。会中南台南家福的街舞才艺队进行开场演出，来炒热现场气氛。根据了解，全中心有1200多位受助童，符合奖助学金就有730位，预估需要750万。依照往年，透过义卖大约有20几万的收入，多少弥补缺口。跟我们台南邮局合作，今年也迈入第14年，这14年来，每一年在我们台南邮局的义卖成效，都让中心这边在筹募奖助学金以及助学金方面都减轻了不少压力同时也让我们中心所扶助的高中职以及大专学子，他们能够参与这个义卖活动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服务跟回馈也可以培养能力让他们可以更加的珍惜每一份得来不易的这个助学的这个资源。赞助场地的台南邮局已经配合家福14年，除了成功路邮局，还有其他5个邮局同步进行。局长黄良江也呼吁民众，除了到场购买，透过下载邮局的 App， 随时都可以捐款做爱心。是不是我们可以到拿着你的手机到网络上去申请我们邮局的网络邮局那之后你可以下载我们行动邮局的 APP， 那下载了以后，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就像我们的7-Eleven一样，24小时你把手机拿出来按一按，你的爱心就会注入到我们家福中心的小孩朋友的身上那我们家福中心的账号是00353368，我再重复一次00353368这是我们家福中心的划拨账号。会中家福自立青年康俊杰有能力以后，也透过自己所设计的家纸袋来赞助回馈。小5到大学这段期间，就是有受到家福的帮忙。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家福都会有一些就是助学金来，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些学费的。就是学费的那个赞助，然后那时候都要写一些就是感谢信，然后我记得我在信上通常都会写说，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会希望跟你们一样去帮助那些就是需要帮忙的孩子，那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一直写，然后就加深在我的记忆里面，然后就是现在大学毕业想说，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刚好以前的指导的老师也有就是提说，要不要来义卖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啊，那就是来完成我小时候这样的一个愿望和梦想这样子。2天的邮局特卖对民众来说虽然只是小小的付出，不过对于弱势学童来说就是最好的助学行动。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新学期开学了，高雄美浓吉东国小为了迎接小一新生，特别举办不一样的开学仪式，由全校师生一起陪同新生敬拜伯公。除了将客家文化融入在教学中，也希望伯公能够庇佑学童平安成长。一大早，在校长和老师的带领之下，美浓区吉东国小的新生和学长姐们一起走到学校旁边的伯公庙。在高年级学长以课语念出书文之后，全校师生手持馨香，一起祈求伯公庇佑。请伯公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好业亲父，感谢伯公保佑。在美浓地区而言，我们都有所谓的那个春祈秋报，也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会向伯公祈福，然后在秋天的时候呢会做回报。新生在迎新的时候，
我们也会设计这样的一个进伯公的活动。一方面呢是祈求伯公的保佑，那二方面呢也是向伯公来做一个许愿，希望可以保佑我们孩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成长，然后也能够好好的学习。那也会跟这个所谓的客家文化，尤其在美浓地区的伯公庙宇，大概有超过400座。让小朋友接触跟他最亲近的神明，那也藉由这一个算是一个孝屯伯公。所谓的孝屯，就是在学校周围的一个伯公庙，以我们这边来讲，就是龙东伯公庙。然后让小朋友呢，在了解，就是说在他的生活日常当中，原来伯公庙就距离我们这么近，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就有所谓的伯公的祝福跟保佑。所以这个算是他们在进入这个所谓的客家世界，或者是说客家文化的时候，他们认识的第一堂课。吉东国小每年新生入学时都会有进伯公的仪式，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校长表示，在客家信仰当中，伯公具有其重要性。学校也为新生准备了美浓当地制作的蓝染勇气帕，以及学校特地量身打造的雷雕护身符，放在供桌上祈求伯公庇佑之后，再送给新生作为见面礼。蓝染因为也是美浓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啦哈。因为在早期就是像说北部的可能三峡、莺歌，那南部其实就是美浓，算是一个蓝染的重镇，所以对我们小朋友而言，就是这个手帕也有很多的意义，一个也是一样，就是说除了伯公文化之外，他也可以认识以前的蓝染文化，或是了解以前青埔的精神，以前可能这服装就是用蓝染的方式来穿着，这个也是客家很传统的服饰。所以这个也是让他认识客家文化。吉东国小是全台湾第一所客家人文实验小学，学校将客家的文化、语言等融入在教学当中，希望学童可以透过沉浸式的教学环境，除了对传统客家文化有深入的认识之外，也能够具备多元发展的能力，成为具备在地认同与文化素养的当代客家子弟。记者周福庆、刘卫婷高雄报道。很多人喜欢广播，也想成为时下最流行的播客。港都电台举办第4届港都好声音训练班，由电台8位专业的 DJ 群和主播指导，从声音表情到说话的条理和逻辑，以及访问技巧及电台录音实作等，不少学员都一再报名参加，觉得获益良多。DJ 小妍在课堂上教学员先认识自己的声音，调整出最正确的发音，再训练声音的各种表情，最后进入到配音，让学员能在工作上或生活上将说话中的声音表现运用到最好的状态。我记得是第4次的当司仪的工作，那我在我自己的声音上，因为我自己会侧录自己声音，然后去听，那听到之后就觉得，我自己这次的声音，我很满意自己这次调整的声音。自己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开设了语音平台的直播，去运用自己声音的天赋，也谢谢小妍老师，让自己了解到其实声音的特质怎么去做发挥，跟去说话的一些技巧。很多人喜欢广播，也着迷声音的魅力，再加上最近 Podcast 的相当流行。不少人也怀抱当电台 DJ 和播客的梦想。港都电台今年就在港都好声音的课程中加入播客课程，让学员练习企划主持节目，当个播客。课程之外，还包括他们真的到电台去录音实作。在录音实作里头，也有机会表现好的作品可以在我们的空中播出。那今年我们特别增加了播客的课程，也是这1-2年最夯的。那播客里头教大家如何入门成为播客，然后包括如何主持跟如何做访问。这一次的学员当中，有来自各行各业，都希望透过学习，让自己有更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更具台风。也有不少学员是前几届的旧生，再度回来充电学习，都觉得这样的课程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每一届来都一定会有新的东西，可以让我就是更增进自己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每一届都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心得。有一天我也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不管今天是有机会成为 DJ 或者是 Podcast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我希望呢，我能够传递更多的开心、快乐、喜悦的正能量。
现在的企业都非常看重口齿清晰、表达有条理、言之有物的人才。透过电台专业的声音训练，让你一开口就有亮点，为自己争取机会，也赢得好人缘。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府城在地画家侯文清，继2015年之后，今年又再次举办边吃边画画展。这次总共展出了428幅的画作，展出之后也将画作收集成册，用画笔带你品尝台南的美食。一碗锅烧意面，一碗虱目鱼肚粥，看到就要让人流口水。逼真的画作是府城在地画家侯文清的作品，他用油画画出台南在地美食。番茄的颜色不够红，现场买一盘番茄，边看边画。还有小吃摊的盘子到桌上的零钱，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不过你们知道吗？侯文清的画工是在网络上自学的。因为我想要开始为什么会开始这个系列呢？就是因为渔夫的关系，我买了一本他的书，然后到上网看他 YouTube， 发觉这个题材不错。而且他那个讲得很有趣，我自己来试看看。他的第一幅画是这幅牛肉汤，因为都是现场边吃边画，为了不打扰店家做生意，通常都要赶紧把画画完。我在画，我差不多不会超过1小时啊，通常30分钟也有更短的。好像他们老板在快炒，他在那边快炒，我也在那边炒，我在现场快炒，边吃边画。我跟着我老公去画画呢，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一直吃到才知道台南是这么美丽的城市，然后这么有朝气，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来台南？原来有那么多的小吃，根本就是你可以来 N 次，而且台南真的是充满了活力。边吃边画展览总共展出428幅画作，其中40幅画的店家因为疫情或是没落就消失，只能让美食封存在画作当中。这次的展览将收集成册，让无法前来的民众也能看遍台南美食。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为了迎接台南建成400年，安平一街伴手礼业者脑筋动得快，特别设计出安平古堡造型的礼盒，让外地游客来玩的时候也可以将台南带回家。而且店内的糕饼原料都是使用台南好米来制作，不但健康环保，口味也很赞哦。台南安平是许多国内外游客最爱到访的旅游胜地，位于安平路上的府都古味轩特别设计出具有台南特色的伴手礼盒，造型参考安平古堡来制作，木质的外观相当有质感，吸引众人目光。我们这些伴手礼，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有一个特色在，尤其是这一个安平古堡，我希望的就是大家来到安平，能够把安平古堡带回家。我们里面装的是米做的杏仁酥，销售给客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盒子，上面是让大家回去自己 DIY。这个直接都已经是只要把它掰开，就可以组合成上面的一个古堡。伴手礼盒不止外形加分，就连里面的糕点也很用心。业者特别选用台南好米作为食材原料，不但健康环保，还能帮助农民行销。我们的伴手礼是用米做的一些糕饼，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米可以做出什么糕饼呢？很多人都停留在米果、米香，那我们是跳脱了这个领域，我们所做的这些米的伴手礼，我们可以做凤梨酥、杏仁酥等等。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来推广这个米制品，能够让大家吃得健康，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帮助农民。一刀切下，这颗月饼虽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其实这也是用米所制作，口味究竟如何？让这位小姐来说说看。其实跟月饼吃起来，差不多。如果没有讲的话，我吃不出来。不知道它是米，我完全不知道它是米做的，因为很好吃。2年后就是台南建成400年的日子，
府都古味轩特别设计出这些具有台南特色的伴手礼盒，相信一定能受到许多国内外游客的喜爱。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为了创新在地观光，左营就是美计划结合艺术家和左营特色店家举办艺术展。高雄左营介寿路一家乡村料理餐厅率先公开艺术家李宗恒的壁画设计，以台湾原生种保育类动物为主题，搭配餐厅的丛林系风格，让用餐环境增添不同氛围。坐在充满绿意的环境，正悠闲的用餐，转头一看，居然有几只可爱的动物正偷偷盯着你。台湾黑熊、狮虎、黄嘴角鸮这些台湾特有的动物，以 Q 版的形态出现在这间餐厅的墙壁上，是艺术家用他独特的感性赋予店家全新的活力。我觉得原本装潢偏暗，而且也比较旧了。那我帮他整体做个招牌的改造，然后形象的一个革新，希望让它有一种更亲子的感觉。结合他这边的这个周遭的环境，我就用我们台湾的一些濒危的保育类动物。那去创作出以这个 SDGs，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17项的第15项，那这个叫做保护陆域生态。对，那创作这个当然不是说要用传达什么沉重的这个教育民众啦，只是说利用我画这些可爱的动物啦，让大家有这种疗愈的感觉，然后可以有一点点反思这样子。除了有森林系的壁画，靠近入口的位置还有一只与众不同的粉红色大象，点缀着纷飞的蝴蝶，欢迎着每一个走进来的客人。为了创新在地观光，左营就是美计划透过让店家与在地艺术家结合，共同创作特色展览，让游客有全新感受。因为其实像会来我们这里的一些客人们啊，他们其实就是对文化素养或什么的，他们都有一定的要求。喜欢大自然的环境下，那其实一开始我们那也是算比较算人工的方式，用一个帆布去吊。那我觉得画了以后，我觉得整体的质感，客人都觉得说，还蛮不错的，因为很贴近我们的风格，然后贴近了自然。拿起手机，开心的在壁画前摆出各种 pose 拍照，一片惊呼有够可爱。森林系的空间与动物壁画，除了提升亲子用餐的氛围，也成为年轻人拍照打卡的好地点。那我觉得说这个又可以让更多小朋友能够认识我们台湾的原生物种，因为这边有画一些那个石虎，还有我们的黑熊。又很喜欢它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动物跟我们周遭这一个蝾螈有很多很棒的植物啊、树木啊，这样子去做一个结合，让它的整个氛围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搭配，然后又有一个很充满生气的感觉。来到第2年的左营就是美计划，让左营旧城区的代表性店家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品牌。这次与艺术家的合作展览共有5场，将会在不同店家惊喜现身，要持续以创新的方式带动在地观光。记者邱玉婷高雄采访报道。台南一家野生动物园和世界冠军面包师傅吴宝春合作，在园区里打造动物主题餐厅。除了推出各种动物造型的餐点，另外还有独一无二的长颈鹿斑马吐司与水豚造型的手工饼干，超萌的模样大受游客亲子喜爱。位在台南市学甲区的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经过半年余的筹备，首次打造动物造型的主题餐厅树顶屋，推出各种动物主题餐点，并与世界面包冠军师傅吴宝春合作，研发长颈鹿与斑马花纹的吐司等联名商品，并于日前正式开幕。3、2、1，请用剪。恭喜树顶屋正式开幕。我们台南呢是美食之都，要在这边呢盖一个餐厅，真的是一个非常压力很大的事情。那要如何做出差异化，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后来呢，我们就决定为这个树顶屋餐厅呢规划了3个主要的一个主题。第一呢，是我们希望有动物的元素；第二呢，我们希望是有在地的食材；第3呢，是我们希望能够进行异业的合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特别感谢吴宝春师傅和我们顽皮世界一起研发制作了具有动物特色的吐司和饼干。我们从吴宝春师傅身上呢看到的职人的专业，那种态度和精神呢，是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的。吴宝春表示，因为1年多前带着全家去园区游玩，在与园区可爱动物亲近接触时，感受身心的放松，
因此想说将动物 Q 萌的模样融入面包，光是动物花纹不但要做得像，就连手工饼干也是用手画，一笔一笔雕刻，相当费工。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然后做动物造型，那搭配的一个合作，所以我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当然了，也是一个新的尝试。饼干的那个造型呢，它是我们师傅呢，他是因为没有模具，我们没有模具，所以他是用手先去画。先把它画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去把它画出来的时候，然后再去把它刻，好，然后再把它那个刻子刻完之后，再把它贴在饼干皮的上面，然后再把它雕出来。那雕出来之后呢，就是那个它的脚啦，还有那个嘴巴啦，都是用很细的那个就是那个笔呢去把它点一下。点了之后，它点得很整齐，然后这样看起来才会比较像。业者表示，目前动物主题餐厅推出3种动物造型的餐点，有羊驼造型烩饭、水豚包子儿童餐与好运龟挂包套餐等。在开幕期间，民众指定套餐拍照打卡，还能获得五宝村手工特制的水豚饼干，不但造型趣味，而且深受游客好评。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以上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长邦，我们下次再会。